情緒控制唔好，你個胃病就好難變好㗎。依家有啲人咧胃病反覆好唔到，如果你認真觀察下就會發現，呢類人咧往往脾氣都比較暴躁，經常悶悶不樂，又或者係咧好在意人哋嘅評價，經常被一啲細細啲啲嘅事咧激到胃痛，唔想食嘢。咁呢種咧就係典型嘅勞傷肝，肝木克脾土嘅表現。中醫認為咧肝係主疏泄嘅，如果長期處於負面情緒中，肝氣就好容易鬱滯不暢，進一步咧就橫逆侵犯脾胃，影響脾胃嘅運化升降功能，進一步咧導致咧胃痛、反酸、燒心、外氣等胃病嘅表現。呢個時候治療唔單止需要調理胃，仲要兼顧肝嘅疏通。今日教你一條方，攞玫瑰花6克、陳皮3克、白術5克，放入茶壺或者保溫杯入邊，用滾水沖泡，焗泡10到20分鐘就可以直接飲啦，有疏肝理氣、健脾和胃嘅作用。另外咧，呢類人咧仲要管理好自己嘅情緒，唔好攞人哋嘅錯誤嚟懲罰自己身體。你記得啦。